歡迎收睇 Michelle Channel。今堂咧就會用15分鐘嘅時間咧講緊點樣解翻鬆你個頸同埋膊頭嘅。咁好適合平時翻工啊，你9至6每日起碼9至10個鐘咧對住 keyboard 啊 monitor 嘅朋友嘅。咁我哋點樣做呢個解翻鬆你個頸同埋膊頭咧？咁我哋首先坐喺個席度啦，做翻頭部嘅伸展先，吸氣頭向上，呼氣頭向下。咁呢一堂嘅頸同埋膊頭嘅伸展咧，其實都幾唔容易嘅。咁我會提供唔同嘅 option 啦，吸氣頭向上，呼氣頭向下。再嚟多次，吸氣頭向上，呼氣頭向下。去返至中，吸氣頭向右邊望，呼氣左邊，吸氣去右邊，呼氣去左邊。做嘅時候坐直個人，吸氣去右邊，呼氣去左邊。去返至中，左手坐喺屁股下面，右手擺頭頂。吸氣呼氣，下巴掂側邊，心口側邊。你 feel 到個拉扯就會喺呢個頸嘅側邊嘅。嘗試咧用吸氣呼氣再撳低多啲啲，呼氣放鬆，相反方向，保持正常呼吸，慢吸慢呼，相反方向。吸氣呼氣再沉低，呼氣放鬆，再另外一邊，吸氣呼氣向下，呼氣放鬆，再做埋另外一邊，吸氣呼氣向下沉。其實平時咧，除咗做拉伸咧，如果肩頸膊痛嘅朋友咧，平時都可以做下熱敷嘅。譬如而家拼多多、淘寶都好多電熱氈啊，或者一次性嘅熱敷膊頭咧，可以考慮每日咧都用嚟敷下個膊，等你嗰啲血氣會通啲啊。當你通嘅話咧，除咗你而家做緊拉伸啦，即係自我拉伸，用熱敷將啲血氣打通咧，咁會幫助你睡眠。平時有陣時你會瞓得唔好啊、失眠啊，或者多夢啊，咁就係因為你頸緊啦，跟住啲血翻唔到個腦部，即係冇咁多通到去腦部咧，咁令到你瞓得冇咁好嘅。跟住下一個動作咧，就將你個雙手。之前啲堂都有教過㗎啦，將雙手咧擺喺磚上面，吸氣呼氣，成個人沉低，喺度停留6個呼吸，慢吸，慢呼。如果冇磚嘅同學咧，你可以嘗試揾個櫃。即係譬如我屋企呢度都有個櫃，其實我成個人趴喺個櫃上面挨落去，或者你張台，總之穩陣就得㗎啦，長都得嘅。等氣呼氣嘅時候咧，沉低多少少，呼氣放鬆，再上返嚟頭。
準備做第二組，再雙手咧擺喺個磚上面，吸氣、呼氣，成個人沉低。你應該 feel 到咧，上背部咧有好深嘅拉伸嘅。呼氣放鬆，我哋每一個動作做3組嘅，咁準備好多2個呼吸咧，進入第3組噶啦。雙手繼續擺喺磚上，吸氣再呼氣，成個人向下沉低。呼氣放鬆，跟住下一個動作咧，其實我通常每晚我都會做嘅。咁我見其他老師咧都比較少教呢個動作，但我特別中意做嘅。咁成個人攤喺個脊度啦，攤喺個脊度之後咧，雙手咧就擺喺即係一個花形啦，跟住擺喺你個下巴之後咧，成個人攤喺度。高度咧你自己設計啦。你如果 option one 咧低少少，如果 option one 咧，如果真係覺得好緊啊，即係冇辦法做咁高嘅動作，可以成個人趴喺度。其實我需要伸展你呢一度向後拗嘅啫個頭。option one 咧就喺個地下度。呢個動作咧其實已經feel到你個頸後側呢個位咧。做一個好簡單拉伸嘅，我哋做翻個 option one 嘅 warm up 先。喺度停留6個呼吸。好，放鬆咧，就頭向右望唞唞。好，下一組咧就係頭先我講嗰個花形啦。咁將雙手咧就擺喺下巴呢個位，即係 imagine 我而家係向住呢個方向，跟住頭咧就托喺一個花盤上面，跟住咧就加深呢個拉扯咧，幫佢再拉長啲。咁 feel 到個拉扯係個頸後側嘅，頭咧就向正前方望嘅。我哋預備頭咧。攤喺個手嘅花形上面，我哋喺度停留6個呼吸，慢吸，慢呼。呢個動作咧其實好深嘅拉伸，幫你解翻鬆咧。你平時個頭耷低望手機啊，用手機啊，跟住而家咧做翻個 counter pose， 將個頸咧向翻後拗，唔係向前。望 mon 個動作好舒服嘅呢個動作，咁自己識隨轉變啦，可以高啲啦，可以低啲啦，做翻自己嘅 option 啦。越高咧個拉扯感越強嘅。好，呼氣放鬆，個頭瞓翻喺地度，頭向左望。咁做埋第3組啦，繼續啦，個手咧好似一個花形咁樣擺喺下巴度，跟住吸氣、呼氣，沉低個人。好，呼氣放鬆，我哋坐翻喺個尺度先，做翻手部拉伸，個膊頭呢啲位都要放鬆嘅。
將手咧拍過嚟心口嗰度，手成一直線嘅左手，跟住右手咧就喺個 elbow 上面，呼氣撳翻埋嚟，喺度停留6個呼吸。相反方向，做埋另外一邊。再做多一邊。拍埋過嚟嘅，好似個十字架咁樣。做多最後一種，最後一邊啦，加油！非常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做翻個右手伸直，左右手咧交叉一齊翹實嘅。做呢個動作咧，如果我隻手我拉唔到喎，掂唔到喎，你可以拎條毛巾幫住 hold 實都得嘅，做翻自己個 option。跟住做完呢個動作咧，可以人咧向前伸。呢個 option 2做翻自己 option。option 1咧係坐直個人。呼氣放鬆，相反方向。你會 feel 到咧左右手嗰個 flexibility 其實都唔同嘅，未必全部都拉得咁鬆，人向前沉低，呼氣放鬆上返嚟，跟住右手上面，左手下面。我呢邊就鬆好多啦，兩邊扣實咧好多空間嘅。呼氣人向前沉低。呼氣放鬆，相反方向嘅手繼續吸氣，呼氣，人向前沉低。呼氣放鬆，最後一組啦。吸氣，呼氣，人向前沉低。盡量兩個屁股都坐喺個脊度嘅。呼氣放鬆上返嚟，最後一邊啦。吸氣，呼氣，人向下沉低。兩個屁股記住坐喺個脊度，唔好飛咗出嚟，然後沉返低，跟住人向前沉低得㗎啦。呼氣放鬆上返嚟，咁今堂咧就做一個好快、好簡單嘅15分鐘頸部啦，同埋個 shoulder stretching 嘅上半身。咁大家努力練習啦，我咧就特別鍾意將雙手擺喺下巴，跟住托翻高嘅，因為平時我都翻工都翻成10個鐘對住個 mon 對住 keyboard， 我呢啲位咧我自己都好緊嘅。咁我每日咧，即係俾翻個小貼士啦。我前排去按摩咧，咁個按摩師就話我呢啲頸緊啊、膊頭都好緊，咁全部呢啲血氣好濕氣好重，
咁佢就建議我咧就用翻個熱敷，因為我本身咧我都買咗個敷嘅由頸部敷到嚟背脊嗰個位嘅熱敷。咁我每日咧就用佢嚟敷我呢一個頸啦、膊頭啦、後背啦，跟住敷嘅時候咧，敷完我呢啲位啦，嗰個順帶敷埋個肚仔，咁可以暖住個肚咧。咁類似好多生殖器官喺呢個位，咁保暖咧其實好好嘅。咁我希望呢個小貼士幫到大家啦。除咗你自己平時好乖咁樣做拉筋咧，其他 external 嘅熱敷咧都幫到大家嘅，尤其是女士。咁好啦，今堂多謝大家收睇。咁下堂咧，如果大家有其他諗法，想我拍片介紹俾大家做嘅拉筋啊，或者其他生活小貼士咧，可以問我㗎。好，下堂再見，拜拜。